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，12节到18节，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一的关系。以前曾经接过几间教会的询问，他们想要探听某位牧师，对方的问话通常是这一位牧师好不好啊？而我的回答总是我不知道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好牧师。事实呢，教会要聘牧，首先要思考的是教会的宣教需求。在美国长老教会要求教会要先编写一份宣教策略，然后再去思考教会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牧者，然后呢，再朝这个方向去选聘牧者，而不是一味的去寻求所谓的有能力呀、很会说话啊、很有名的啊、很多名人介绍的啊，甚至有人说要学历很高的啊。教会的聘牧思想是要朝着宣教的需求，去寻觅一位合宜适当的一个牧者来带领教会，千万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创世纪第15章第1节到第6节，经文这样记载，标题是上帝和亚伯兰的立约。这事以后，亚伯兰在异象中听见上主对他说：亚伯兰，不要怕，我要保护你，给你极大的奖赏。但是亚伯兰回答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既然没有儿子，你给我奖赏有什么用呢？我唯一的继承人是大马士革以利以谢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因此在我家里出生的一个奴仆要继承我的产业。接着他又听见上主对他说：奴仆以利以谢不会是你的继承人，只有你亲生的儿子才是你的继承人。于是上主带他到外面，对他说：你望一望天空，数数看星星有多少，你的后代要跟星星一样多。亚伯兰信上主，上主就认他为义人。亚伯拉罕他曾经对上帝的应许感到无法接受，他又曾经2次以自己的思维以及做法想要来代替上帝的呼召以及旨意。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他想要用仆人的儿子来成为他的接棒人，但是上帝不准。这样以人的意思来代替上帝旨意的做法，并不是基于跟上帝有正确、正义或是合适的关系。创世纪第15章12节到18节，上帝接续的说了以下的预言。圣经说，太阳西沉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入睡，有令人恐怖的黑暗临到他。上主对他说：你要确实知道，你后代要流浪异乡，被人奴役，被人虐待400年。
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个国家。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将带很多的财物出来。至于你自己，你会想长寿平安的离开人世，入土安葬。过了4代，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，因为我要等到亚摩利人罪恶满盈，必须惩罚的时候，才赶走他们。日落天黑的时候，突然有冒着烟的火炉和燃烧着的火炬出现，从那2行肉块中间经过。上主就在那时那地方与亚伯兰立约。或许我们真的是蒙福的，或许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有恩赐的，但是上帝要我们谦卑的顺服他的旨意和呼召。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这样提到，基督徒应当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这样说道：上帝使人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，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标题。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，这跟法律没有关系的。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是这样见证。上帝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，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。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任何差别都没有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然而上帝白白的赐恩典，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们有合一的关系。上帝不惜牺牲耶稣，以他为赎罪祭，借着他的死，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。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，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，但在这时刻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。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，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？一点都没有。基于什么理由呢？是由于遵守法律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我们的结论是，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只借着信，而不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？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？当然是。上帝只有一位，他要犹太人基于信，外邦人是借着信而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这样说来，我们的使徒，我们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了吗？当然不。相反的，我们使法律更为巩固。保罗说，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不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这样子，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成就，然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，都不是因为跟上帝有合适的关系。也正如同昨天新眼光读经当中所读到的士师记第9章8到17节当中约坦的提醒，每个人都要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清楚自己的呼召，
绝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够做得多好，或是能够争取到多高的地位。我们应当作为一个合适的主仆，与上帝维持一个合适而良好的关系，如同罗马书12章第3节保罗所说的话：凭着上帝给我的恩赐恩惠，我要对你们各位说，你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倒要谦恭自守，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。诗篇22篇23节到31节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；雅各的后代呀，你们要荣耀他；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人，也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在全会众面前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喜悦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。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归依他。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，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，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，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。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，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感谢主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，与主维持正确、公义、合适的关系，蒙主悦纳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